来，双年教会2012年第八囡仔台语校名，咱这个时阵，咱就准备要正式开始。大先代表教会，搁一届欢迎咱做伙来参加这个台语营吼。这今年已经是第3档吼。希望咱会当伫这台语营内底，咱做伙来学习台语吼。你叫他名，你叫他名，名啦，名我考试那个马桶。老师，我要啃啊。即马工人若去做啥物烧炒，我嘛会去；工人若去挂猪仔，我嘛会去；工人若要去挑粪，树枝里面干掉。